刚款嘛是业界消息，要来看到艺人Selina的小妹任容萱最近可能邀请去中国大陆上节目，和演员袁其峰做伙表演播爱情电影求婚的片段。伊搬去已经播10档，说互节目的评审调味，更替讲伊讲话无清楚，含糊的。佮讲到两个人的演技无斗搭着，看起来无啥伫咧表演。任容萱敢来当感谢指教，望会当佮较进步。黄达，甲爱情电影求婚的片段搬到舞台顶的艺人Selina小妹任容萱上中国的节目，甲演员袁其峰做伙拼演技。你不要再说你配不上我，在爱情里没有配或不配。深情的对话，让观众看到真感动。不过这段表演，节目的评审调味看到，说感觉也无够好。容萱也是一上来说话声音太小了。 其实也是一个有点互相影响。那讲任容萱讲话收细声，调味佮进一步讲，两个人的这段戏无讲真够格，观众看到真歹会有什么感觉？就像打乒乓球一样，但是这个球吧，这打的就是非常的干。对评审的意见，任容萱讲家己学到真侪物件，佮甲家己入演艺界到大，心内压力拢讲出来。我演了好久的戏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想让他们知道。 我更是演员任容萱。搬戏搬超过10年的任容萱出道了后，定予外界摕来甲阿姊Selina做比较。即摆这段心声公开，嘛，互任容萱的迷众看到就唔甘的记者综合报道。